我们今天讲的也是那个无常的部分，然后就可能但是无常的部分现在还没有讲完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现在要跟你们，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从上礼拜六到今天，你们有没有人去思维过这个无常的部分啊？有的话就先举手。好，你有全部人举手啊，先不要数下去啊。没有思维过的人不要举手，有思维过的人举手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很多人，所以很好。对这个，那思维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有帮助，或者是害怕，或者是感到应该要去思维，感到应该要去思维的人举手。有没有害怕的人？害怕的人有的话举手。害怕什么呀？镜子，你先说。觉得自己很可怜。害怕是这个是吧？因为轮回很可怕。所以呢？看到自己就觉得很可怜。好。可以，这样可以啊。你说。就是知道就是无常，但是就是想要让自己就是可能学习，可能不要那么执着，但是有时候就会害怕说自己可能会做不到，然后就会必须静静的继续再做，就是对，因为知道这个是无常，可是真的遇到的时候，有时候自己好像还会不由自主的会放不下，所以会有点害怕，对。好呀，好。然后还有呢，那没有思维的人，来不及思维的人有多少？举手看一下。你就没有思维，是不是没有来得及，是吧？之前呢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，今天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思维过啊？像比如说，下面人的这些部分，有吗？其他的人也有吗？这次有没有？因为这次最主要，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？就是因为这个，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大圆满的前行，就是在修行。修行本身这些来说到，这个课全部都是本来说到就是要闭关，然后在一段时间里面，然后把这些课都是一天的这样。比如说上午讲课，然后下午就开始思维，在一天试做的方式，然后就在试做的方式就圆满的。下午思维，晚上思维，第二天的早晨也思维，然后上午又去听课，这样来圆满的一个这样的法。但是我们每天在这里讲也是来不及，没有办法嘛。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把一堂课，把它这个作为这个7天的时间来思维，是时间上来说的话就很好的。但是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面呢，当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过程当中，肯定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烦躁的事情，有很多又想起其他的，就是时间把它这个混乱，所以这个之中呢，就困难是比较多，但也是困难多，也是在这个当中要努力，精进努力的修持的话，会有变化的，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不好？好。等一下啊，这边。好，那我没有什么问题，其他的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有的话你们问。今天没有问题，今天要赶快布置。好。师父，你简单讲一下人天应供，就是。所以我们应当诚心修持，能获得无有衰败。然后人天应供，圆满正等觉，佛的果位这个正法。这边人天应供是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好。那个在哪里啊？在高句必堕这边。等一下，我要找，有点不好找啊。
就是主宰33天后面的文最下面。哦，是吗啊？33天，我等一下啊。主宰33天到最后面那边高级必堕这一段。刚才要结束的。在清明也同样。人天应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，像比如说成佛了以后，获得了这个成就以后呢，就是所有的变成人和天的一切众生的作为对境共进的对境，相当就是我们在入菩萨行论的时候，什么人产生了菩提心以后，就谁有菩提心以后呢，他就是变成人与天的一切人的这顶礼的对境，顶礼做礼拜的对境嘛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所有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是我们修持的，就是佛法嘛。所以前面有讲，去年高贵就是然后可以骗信很多人骗死信的人，或者是骗让他就是坐牢的人，骗罚款的人，那就是很有地位的人嘛。那变成今年他自己就是变成求人，那么这种变化是存在的嘛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下，那觉得他去年很有用的一个人，今年都这样，所以实践的一切都没有用。但是真正的最可靠、最有用的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好好的去修持佛法，得到佛陀国位，才是真正的人与天人都是能够怎么说呢？要作为恭敬的顶礼的对境，所以这个国位才是最永久的最有用的意思。好。还有呢？的祈愿，然后心里的祈愿会产生执着，那因为又很难认出自己的执着，所以有点无法分辨。心里的祈愿会产生执着这件事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个没有在课本里，但是前面有讲到的。心里的祈愿产生执着，可是又认不出自己的执着对佛法祈愿。好，这样讲，这个部分来说的，所谓的这个执着是我们就是分为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五度，对吧？对。所谓的执着就是以五度为主要的所有的这种烦恼，全部都是执着。当执着产生的时候呢，自己就必须得要有一个正知正念来把它这个怎么说呢？克服。像比如说，当你的贪性一开始产生的时候呢，就是必须得要就用克服，用那个自己的正知正念的心来克服。或者是你的嗔恨心一开始有的时候呢，就是用自己的正知正念的心来克服，不然的话就是真正的到了它成熟的时候呢，就很难控制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一个修行人来说的，任何一个实践都是要有正知正念的思想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对上师祈愿的时候，祈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祈愿，因为我们修持佛法的所有的祈愿都是要祈愿放下执着，祈愿断除执着，祈愿能够可以获得圆满佛的国位。不是说祈愿我马上得到我所想要的这个怎么说呢？那个心愿就是我的敌人马上会死或者要死，这种祈愿是我们不会做的。像比如说实践的很多的这种金银财宝珠宝也好等等，这实践的一些物质的这些我们所需要的，像比如说一个接触佛法相信佛法的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最终求的是什么呢？生意要顺利赚大钱。但这些来说呢，看程度，一开始接触的人会这样，但是他最终有这个需求是可以，但是要知道赚再多的钱也是到最后没有用。但是这一世的人生主要是为了要修行的，但是为了修行能够可以圆满的情况下，
你既然有这样有这种需求是可以的，但是跟这个怎么说呢？比如说一根怎么说呢？那个一个树的话，它的根跟它的叶，它的这个枝叶这些都不能怎么说呢？那个混乱。一棵树的话，就是它的根是最重要的，它的枝枝叶这些花结果这些都是后来有的，所以根本上不行的话，就比如说一棵树是本身的它的根是有毒的，那么它的叶子也是有毒的，枝枝也是有毒的，花上面开一个花也是有毒的，所以根本上不要有毒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一个人我们要知道，作为一个今天如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？那个商人，他接触了佛法以后，他要知道他终生的目的不是做生意，他做生意是现在的事实，所以就现在的这个事实他也不能不面对，但是最主要呢，就是他有更多的时间的话，就他都不要说是时间的，就是他都不要说是修行，连时间的这个过好一个生活都没有嘛，所以就是他也必须得要努力，但是可以为这个祈祷，但是为这个祈祷的这个终的目的还是一样的，要得到解脱，以这样的方面祈祷。那当然就是有的人祈祷的时候，我要健康长寿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修持佛法实践顺利，生活顺利，家庭顺利和睦，生意也顺利工作也顺利，为了什么？我有更多的时间修持佛法。你有这种方便法来转化的话，你的一切求财求健康的祈祷都是正确的。你如果没有这样方便法来这个变化，你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修行的情况下，那你只是刚求这个实践的这种生意也好，家庭也好，这些的话，那就是得到的这个利益也是怎么这样一点的。那么让一个人的事业再顺利，也是到了你的这个生命无常的那一天，对你一点用都没有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有吗？没有啊。好，那没有的话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就今天在这里就圆满。然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，听课所讲法以及听课的一切的功德回向众生，愿一切高深大德上师善知识们长久住持，法轮常转，愿一切众生早日获得解脱轮回的痛苦，圆满获得正等觉佛的果位。说那么的呀，堂姐谁把你多呢？你不这那帮学习学个那些的瓦朗主吧，是不做的这个主啊，修讲把简单简把东干的容不的用的应的拉感觉意识到，给我多多帮助了的。我读什么学不家娃当姐姐，我娃刚拉就得我把的打给我在玩那个，容不就让的我娃是我这个马路到真的的去南的多了。当街在不热，那年你不着那帮学姐，现在南街完了这个呀，日本做人这广州。